化月嘅請願書。雖然加拿大已經有超過20多個國家性嘅歷史同文化紀念月份，不過即使華裔人口已經超過180萬，係中國喺全國其中一個最大亦最具歷史性嘅族裔之一，但到目前為止都仲未有一個全國層面嘅華裔傳統文化月。由19世紀開始，華裔加拿大人一直參與建設呢個國家，包括興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等重要嘅工程。我自己嘅外祖父正正就係其中一位，為加拿大打下基礎。但同一時間，華裔社群亦經歷過制度性嘅排擠同歧視，由人頭稅到1923年嘅華人移民法，好多家庭被逼分開。我嘅外祖父，仲有我太太嘅外祖父，都深受呢個影響。時至今日，我哋喺加拿大各地都會慶祝唔同嘅華裔傳統節日，好似農曆新年同中秋。